喂，大家好啊！我哋繼續介紹呢個動漫台詞分享咯。今日想分享呢係呢套《賭博默示錄卡爾治賭博默示錄》。咁啊係一個比較偏嘅角色講嘅。冰藤和尊係會長大人啊，兵藤和孝。咁啊呢個冰藤都可以話係我最憎嘅壞蛋角色嚟噶啦。咁不過我哋學日文就唔需要理佢係好壞啦，好嘛？我哋齋係睇下有咩值得學就得咯。咁啊呢句就係命はもっと粗末に扱うべきなのだ。命は丁寧に扱いすぎるとよどみ腐る。最近の連中はみんなもうやりすぎ、自分の大切にしすぎた。その結果、機会をつかめず、ずるずる後退しながら腐っていくのだ。OK， 咁首先透過呢句就想同大家分享呢個過ぎる。咁啊，首先佢點樣構成、點樣連接嘅呢？佢一定要係來自動詞嘅。嗱，我淨係講佢呢一句嘅功能啫嚇。佢一定要係動詞嘅 must 啦，然後攞走個 must， 然後再接駁呢個過ぎる。咁譬如佢呢一句用咗三個嘅，用咗三個過ぎる嘅。第一個就係扱います，攞走個 must 就係扱い，然後再接駁過ぎる，咁就扱い過ぎる。然後やります就變成やり，然後やり過ぎる。然後します變成し，再變成しすぎる。咁個意思上都好簡單嘅，就係表示呢種行為呢個動作做得太過分，係超越咗一般可以接受嘅範圍啦。咁所以翻譯做你可以譯做太啊、超啊，都 OK。好，譬如例句啦，我哋睇下呢隻肥雀先。餌を食べ過ぎて太ってしまったみたい。啊！呢隻肥雀睇起嚟似係食得太多，搞到咁肥喎。咁所以呢個食べ過ぎて就係表示食得太多，食得過火啦，食到自己肥到飛唔起啦。OK， 咁我哋翻去正題啦。點樣解釋呢句好呢？咁我哋斬成兩句啦，好嘛？第一句就係由命はもっと粗末に扱うべきなのだ。命は丁寧に扱いすぎるとよどみ腐る。呢度為止啦。好，咁啊，命は就係生命係呢句嘅主角，咁我哋應該聚焦喺生命上面咯。生命係點嘅咧？もっと係個副詞，就係更多啊、更加啊咁啦。粗末に就係又係個副詞，好多意思嘅，你可以理解為好浪費地啦、粗略地啦、草率地啦、求其地啦、亂 Q 咁離地啦咁啦。總之都係負面嘅。然後扱う佢又係好多意思嘅，但係喺呢度就係表示看待、對待、處理咁嘅意思啦。べき就係話呢個唔係一個法律上嘅責任嚟嘅，但係喺道理上應該要咁做，咁我哋譯做應該咯。然後のだ佢係屬於一個解釋句，咁當你要修正啊、要修改啊、要補完對方嘅諗法嘅時候咧，或者講法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用。咁因為呢度會長佢係想修正對方太愛惜生命嘅呢個諗法啦，咁所以佢係修正緊對方。你係咁諗咩？其實唔係咁噶，即係咁啦。咁我亦做其實咯。然後個な係乜家伙咧？冇鬼用嘅。如果你要將個名詞接駁去呢個のだ嘅話，中間要加個のな，所以唔使鬼理佢。OK， 咁所以上半句就係生命其實係應該更加求 Q 其咁對待嘅。好，下半嚿啦。命は丁寧に扱いすぎるとよどみ腐る。又係生命係主角咯。咁我哋聚焦又係喺個生命上面咯。丁寧に係個副詞，嗱咁佢正好就同上面嗰個粗末に相反啦。佢係慎重地啊、細心地啊、鄭重地啊咁嘅意思。扱い又係啦，看待、對待、處理。咁因為佢後面接駁咗個過ぎる啊嘛，所以佢要係 must 攞走個 must， 所以係扱い過ぎる。然後過ぎる係今課學過噶啦，就係過分慎重地處理咁嘅意思。好，然後個托呢個托就係假如前面嗰樣嘢發生咗，係必然會導致後面嘅結果，冇得揀嘅，一定會發生。只不過個翻譯上比較簡單啫，就係如果嘟嘟嘟嘅話，咁但係講緊
個結果係必然嘅。好，然後よどみ就係表示某啲嘢沉積咗啦，沉澱咗喺個底部嗰度，喐又喐唔到，又流動唔到咁嘅意思。然後腐る就係腐爛啦、腐壞啦，所以佢加埋呢個よどみ腐る，其實係表示你嘅生命會停咗喺度，既唔可以向前，又唔可以後退，同埋係會不斷咁樣腐爛落去。喂，所以呢個よどみ腐る大家可以可學咯，呢啲好難啊，呢啲字就係表示個生命係會停滯不前、腐敗朽壞嘅意思。OK， 所以呢一句下半句就係生命，如果你太過慎重去對待佢嘅話，咁就會停滯不前、腐敗朽壞噶啦。好，跟住到下一句啦。最近の連中はみんなもうやりすぎ、直到去腐っていくのだ。咁啊，連中就係講緊同類物以相聚嘅人，物以類聚嘅人，即係可能大家都係賭馬嘅，大家都係賭波嘅。咁啊，連中就係做同類型嘅事嘅人，但係佢係有少少睇唔起啊，有啲輕蔑嘅語氣，即係唉班友啊，呢個班友幾好，我中意喎呢個字。咁啊，最近の連中啊，即係話近排班友係主角啦。咁因為係有好多人去揾阿會長借錢啊，賭錢之後輸咗賴屎賴尿咁，所以連中就係唉，近排班友點咧？みんな係個副詞，即係所有人都係咁。も就係表示已經過咗自己嘅接受範圍，即係譯做已經啦，可以，你唔譯都得嘅。やりすぎ就係來自やります，就係做一樣嘢。咁做咩咧？當然係講緊上一句啦，就係太過鄭重地、重視地去愛惜你嘅生命呢樣嘢，做得太過火啦，太愛惜自己啦，咁嘅意思啦。咁啊，然後點解係やりすぎ咧？正常嚟講，擺句子中間應該係やりすぎて噶嘛，係咪？咁啊，表示同埋啊、並且啊、同埋未完嘅意思嚇，句子未完嘅意思。咁點解呢度冇咗個て咧？因為呢個係一個日文嘅技巧嚟嘅，就係擺喺句子中間攞走個て，就係用嚟壓縮呢句句子，令到佢更加嚴肅嘅意思。咁所以你やりすぎ同埋やりすぎて都係同一個功能，都係同一樣翻譯噶啦。不過睇下你係咪需要講得好嚴肅啊、好鄭重啊咁解嘅。好，然後自本就係自己啦，當然係佢哋自己啦。O 係個賓語啊，因為呢個動詞係大切にします，就係好愛惜啊、珍視啊，所以個 O 就係表示你愛惜啲咩啊？自己就係個賓語，愛惜自己。跟住大切にしすぎた就係來自大切にします，攞走個 must 就可以接駁すぎる。咁點解係過去式嘅？因為阿會長講緊近排嗰班友啊嘛，佢哋係近排先咁做啊嘛，所以咪用過去式咯。然後その結果就係講緊嗰班友太愛惜自己嘅生命，結果導致啲咩咧？引起啲咩結果咧？機會係機會啦，O 係表示個賓語啦。つかめず嗱，呢個つかめず應該係最麻煩噶啦。首先佢係來自つかみます，就係捉住、抓住嘅意思。然後つかめます變成可能形，つかめます就係有能力捉住或者捉得住。然後再轉做可能形嘅ない形，つかめない就係表示冇能力捉住、捉唔住。最後再將呢個可能形加ない形嘅變成て形，つかめなくて就係捉唔住，然後てけ表示導致到後面嘅結果。咁呢個つかめなくて，如果你想硬化版嘅話，就係つかめず。咁你唔用つかめず，你用つかめなくて都得噶。總之個意思就係捉唔住機會，搞到嘟嘟嘟咁嘅意思。然後ずるずる係個副詞嚟嘅，即係好慢慢地點咧？向後褪啊，向下跌啊咁樣啦。交替し係來自交替します，
即係表示後退啦、衰頹啦、頹廢啦。因為佢係講緊生命啊嘛，所以我可以理解為個生命頹廢啊。然後 nagara 一邊做前面嗰個 A 嘅同時，亦都同時做後面嗰個 B 嗱，咁所以亦做一邊 A 一邊 B 啦。咁因為你要用 nagara 嘅話，係要用個 must 攞走個 must 嘅，所以你會見到點解 kotai shimasu 係變咗 kotai shi 嘅，因為你要接駁 nagara， 即係話一邊生命倒退點咧 kusate 佢係來自 kusarimasu 嘅貼形，即係腐朽啦、腐敗啦。然後 teiku 咁因為你要連接呢個 iku 嘅話咧，係要用 teke 嘅，所以點解上面 kusarimasu 係變成 kusate 啊？就係咁解啦。咁呢個 teiku 有咩用咧？就係表示嗰個行為啦、某件事啦，會喺時間嘅洪流上面唔間斷咁樣維持至到將來咁嘅意思，即係由呢一刻會維持到將來。咁所以你可以理解為乜乜落去，即係腐敗落去。然後 Noda 係個解釋句啦，唔使解。OK，咁第二句就係話近排班友佢哋都做得太過分，佢哋太過珍惜自己嘅生命，結果咪搞到自己掌握唔到任何機會，咁咪搞到自己逐少咁樣頹廢，一邊咁樣腐敗落去咯。OK，咁所以我哋最後整理晒成句會長大人講嘅嘢啦。生命其實係應該更加草率、更加求其咁對待。生命如果你太過慎重、鄭重咁對待佢嘅話，就會搞到佢停滯不前、腐敗朽壞噶啦。近排嗰班友，佢哋都做得太過分啦。佢哋太過保護自己，太過珍惜自己生命，結果點啊？結果咪搞到自己掌握唔到任何機會，搞到自己只可以逐啲咁樣頹廢，逐啲咁樣腐敗落去咯。咁啊，雖然聽起嚟都幾哽耳啊，而兼且會長大人應該都係個徹頭徹尾嘅壞蛋嚟噶啦，但係佢講嘅唔係冇道理嘅。我哋應該放膽去做嘅時候就要去做咯，應該冒險嘅時候就要冒險。如果唔係咩都就住嘅話，就真係會浪費好多生命同埋浪費好多機會。咁好啦，雖然佢係個仆街，但係都比較 critical 啦。OK，我哋下次見。